一上次观光车子，看到不晓得也弄去开在罗大去，道理都是。辣海唐宋辰光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是全中国二世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过去排了数最后的。哎哟，忙是忙噶，一下来着，一下车侪是往人去的地方。进来之前，待遇当然当还再好，设个一条街浪向的门面，侪是外地人做的。商人不听劝改，事实是没后果事务。不管商人的带马得快。 请来不往再凶，还讲人气点还大，我听闲话都不得了，还啥子？粉面袋子，据说包一包，原来看收到的，可是看不到，甚至呢还分扬出来的，袋子阿也进去呢，你出来着？你要去包，搭飞来甚至包包。昨日生日天吧，不是往人气，就是辣海往人气的路浪向。今朝吧，在现在夜里向7点半，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，吃夜饭还没辰光嘞。那先往一根吃吃，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没可能。我们尝尝味道，我们好吃在吗？不来吧，3位中的了，不来吧，看上了。这几浪实在感情不够，杭州之争一下去，哦，免费品尝，鲜花饼娘带蛮多的。 我为啥个喊起来？同地也来吃。来上来，豆沙的。上发的地址记了里子。还搭往里向走，就是洋人街。辣海上个世纪20年代，埃个地方的的确确是在大理来探亲的洋人集中工业叫个城中村。一直在20世纪初非典爆发，洋人带脱子一大半。2年之前疫情爆发，也带脱子一大半。洋人街比唐人街真实的原因嘛，只有历史写的。 现在是夜里向9点钟，苍山饭店、金达店，埃个侪是你第4日天去的地方。外头看看蛮红的，里向不晓得哪样。地浪亮光光，头顶心浪亮光光，还有一根粗粗的电视，还是在房间里向来看看。但愿飞远说得起。呀，阿对家，啥意思家？你看一下呀。蒸饭谁弄够的？啥货谁弄够的呀？服务员，服务员。 来一下，服务员，快点帮我们弄一下。外头看看蛮气派，这浪向个地毯也蛮暗，哪会得没电的？整个眼明的嘞。你们是这间吗？对的。这里啊，那是2台公司，先出卡再请，进来才当头一帮个服务员看你来散菜，散得了牙齿耷脱。那个是自动窗帘，关。下来再，再个看四眼睛，关了，好开。困觉要天走一走。 开门之前已经够卫生间，散归散，但别个水再多，要喝得再适宜，头发打得再爽。那么来云南买翡翠的话呢，就像你们去德国买汽车、日本买马桶盖、法国买香水、山东买阿胶是一样的道理。今天咱们1万块钱以下的翡翠的话呢，它都有15%的增值；1万块钱以上20%。那么连续5年了以后，它是可以回购的。 今朝你在云南的记录日天，在浪向来买翡翠。来，你过去呢，你要在某个地方来拍一拍啦。正经是几分钟，谁带你拍照？还在，去买翡翠嘛？你也有吗？一个。快，去买还是？更大古时代的第2个购物地，依山傍水，风景如画。搿个里向一共分3层，单层面积搭欧裳菜是差不多的，人气搭20年之前的欧裳差不多一样。来旅游车浪向，一面听待遇大男子，一面想，如果埃个地方能够正大光明的让我拍视频，我今朝随便那还有毛样把么子转去做个纪念。